我喺廉署執行處最後嘅2年服務係做 D 組，專門去查樓宇維修嘅圍標案。要拉嘅就係黑社會大哥、圍標嘅大鱷。我去到佢喺全維港海景嘅豪宅單位3000幾尺，搜查員拉咗佢，跟住佢全程粗口問候我。佢點講呢？佢話：你廉署拉我咁多次，冇一次告過我㗎。我講呢個故仔啊，主席，係想話俾公眾知，話俾政府知。其實圍標嘅問題啊，係極之咁嚴重，係作惡咗好多年，令好多小業主損失非常之慘重。每年圍標嘅市場係講緊超過100億元。我哋講個問題好嚴重。阿林鄭月娥當時做司長啦，去做嗰個市區樓宇更新大行動嘅計劃，叫 Site Visit 啦，就話：喂，我問過廉署，我哋樓宇更新大行動嘅計劃底下係冇被圍標嘅，不知所謂。喺廉署嘅 file 都唔知幾多個啊，搭起上嚟高過我啊！講呢啲自欺欺人嘅說話。主席，呢個問題點解去到咁嚴重呢？就正係政府咁多年坐視不理，好多中產嘅市民受呢個圍標之苦，令到點啊？令到佢嘅儲蓄攞晒出嚟，令到佢原本細路可以去外國讀書，冇錢去供佢哋讀書，令到有啲中產嘅老人家將啲棺材本都攞埋出嚟。呢個政府對唔對得住我哋嘅市民呢？你淨係逼啲業主去做維修，你唔監管個維修市場，任得嗰啲圍標大鱷去串同埋嗰啲建築師、測量師、工程師、管理公司、黑社會、前執法嘅人員一齊喺啲小業主嘅口袋裏邊如取如攜，你對唔對得住香港市民呢？